恭讀宗徒大事錄。那時候，保祿和巴爾納伯到了耶路撒冷，為教會、宗徒和長老所歡迎，就報告了天主偕同他們所行的一切大事。卻有幾個信教的法利賽黨人起來說，必須叫外邦人受割損，又應該命他們遵守梅瑟法律。宗徒和長老們就開會商討此事。辯論多時之後，伯多祿起來向他們說：諸位仁弟兄，你們深知，多時以前，天主就在你們中選定了，要藉我的口，叫外邦人聽福音的道理而順從。洞察人心的天主已為他們作了證，因為賜給了他們聖神，如同賜給了我們一樣。在我們和他們中間沒有作任何區別，因他以信德淨化了他們的心。既然如此，現今你們為什麼試探天主，在門徒的頸項上放上連我們的祖先和我們自己都不能負荷的軛呢？但是我們信我們得救，是藉着主耶穌的恩寵，正和他們一樣。上主的話。